迄代表着阎罗王，所以伊双手就是将这轮转换，搁是含这个喙，怎啊甲控制掉。所以呢，咱一般咧讲六道轮回，就是这个阎罗王来控制，控制。所以这内底六道轮回有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、搁畜生道，基本上就是讲，咱若总无得到解脱，就是讲是这个六道的轮回，咱讲天道，我讲就是讲迄个气天性，300担到500担，这阿修罗道就是讲有修天福，但是无天德，人道呢就是讲咱这所在叫做人道，之所以产生着六道轮回，伊源头我理解一下，叫做三项，叫做贪嗔痴。贪嗔痴，所以咱甲看中这个图，咱因为这可能无足清楚啦这后写贪嗔痴，咱来看有贪嗔痴，这贪呢，伊是为一只鸡啊，为一只鸡啊，这个嗔呢是一只蛇，这个痴呢是一只猪，所以伊是用鸡啊代表贪，嗔蛇代表嗔。这个猪呢代表痴，为什么讲这个鸡代表贪呢？伊意思是讲这个鸡假使讲咱若阵这个米甲压落去，你即摆伫咧剁这粒米，其实伊的目睭已经伫咧看另外。